洪漢義人稱 Teddy 哥，曾經係香港14K 黑幫嘅大佬。佢曾經同跛豪、馬氏兄弟並列為香港嘅三大毒梟，並且喺呢啲人物入邊，佢嘅生意持續得最耐。涉足毒品之後，佢仲涉足賭博，開個夜總會，喺佢事業嘅巔峰，每個禮拜嘅收入都可以達到上億港元。1948年，洪漢義喺廣東潮州出世。佢爸爸洪傑波，有啲人話係軍閥，有啲人話係國民黨軍官，但關鍵在於洪傑波一睇形勢唔妥，就自己一個人走咗去香港。佢想喺嗰邊企穩陣腳，再將佢老婆細路接過去。洪傑波有15個細路，洪媽媽一個人將佢哋湊大，生活都幾艱難。佢哋仲經常俾鄰居蝦，洪漢義因此經常同人哋打交，呢個對佢後來嘅性格影響好大。洪漢義11歲嗰年，洪傑波喺香港穩定落嚟之後，就將老婆細路都接到香港。從嗰陣時開始，洪漢義嘅生活就變得唔一樣。洪傑波將細路送去學校，佢喺學校唔係打交就係鬧事，令老師好頭痛。最後佢索性退學，每日喺香港街頭到處去。後嚟仲加入咗黑幫14K，做大傻嘅馬仔。洪傑波發現個仔涉足黑社會，佢唔單止冇阻止，仲同個仔講要講義氣。佢就直接同洪漢義講：你如果敢出賣兄弟，我絕對唔放過你。洪傑波同洪漢義講，佢有9個仔，如果洪漢義唔再生，佢傷心2-3年就過去啦。但係洪漢義令佢丟架，呢個會令佢記一世，一直難過落去。講完晒呢啲叮囑嘅話，洪傑波就直接揾到大傻，叫佢多照顧一下自己嘅仔。洪漢義的確好啱撈黑社會，佢計仔多，打交又猛，好快就得到咗大傻嘅信任，成為咗佢得力助手，身邊亦聚集咗一班馬仔。洪漢義逐漸意識到，成日喺街頭打交唔係長久之計。佢話自己一嬲就會控制唔到自己，擔心繼續咁樣落去會變成一個殺人魔，所以佢打算揾啲嘢做，做啲生意。洪漢義喺社會上撈，做嘅嘢自然唔正經，全部都係偏門。但佢後嚟索性做起咗毒品生意。長期從事販毒嘅洪漢義，佢認為關鍵要做好2件事，一個係揾到可靠嘅毒品來源，另一個係保證喺香港能夠長期安穩咁經營呢門生意。洪漢義將呢2個關鍵環節都搞掂咗，佢好早就同金三角嘅毒販建立咗關係，同時佢仲用各種手段同香港嘅執法人員同唔少高層人物拉上咗關係，使得佢嘅生意能夠順利進行。洪漢義打拼多年，曾躋身香港3大毒梟之列。佢喺政府高層嘅勢力盤根錯節，有啲人想升官，仲要靠佢牽線搭橋。佢可謂係嗰個時期香港嘅地下皇帝。冇等廉政公署成立幾耐，香港嗰2個大毒梟，一個走咗佬，一個被捉咗。但洪漢義因為有高層嘅關係網，提前聽到風聲，早就將自己嘅問題解決咗，唔單止冇入監獄，仲可以繼續撈佢嘅黑道。洪漢義喺香港獨佔鰲頭，賺咗唔少錢。冇耐之後，佢就拋低咗毒品呢一行，轉而投身賭博業。洪漢義喺博彩界亦係一把好手。最風光嘅時候，佢掌控咗香港、澳門同菲律賓嘅唔少賭場。後嚟隨住網絡時代嘅來臨，佢迅速轉型，開設咗網上賭場。佢自稱曾經能夠操控球賽嘅走向，通過賄賂歐洲嘅黑幫，佢控制咗世界頂級賽事嘅結果。起勢咁賺錢，博彩成為咗佢最賺錢嘅買賣。每個禮拜賽事一結束，佢就可以收入幾億，就好似擁有咗一部印鈔機咁。洪漢義當年可謂風頭無兩，既有財勢又有權勢，身邊仲有10幾個女人。佢曾經晒命，唔單止有4個太太，仲有8個穩定嘅女朋友，基本上應該享受嘅都享受過。洪漢義除咗做網絡波賽之外，酒吧生意都好紅火。佢自述，之所以放棄毒品生意，係因為睇到毒品令好多家庭破碎，心入面實在過意唔去，於是決定改行做賭博同開酒吧。洪漢義嘅酒吧從1980年到1984年生意特別紅火，但1984年香港嚟咗個新官員，一上任就想立威，將洪漢義當成咗目標。佢隔三差五就到洪漢義嘅酒吧查牌，結果洪漢義嘅生意直接冧咗。咁樣一嚟，正處喺頂峰嘅洪漢義亦都嬲咗。佢自從掌權以嚟，仲未見過咁唔尊重佢嘅上司，當時就發誓一定要俾啲顏色對方睇睇。呢位領導亦唔係食齋㗎，
一聽見呢件事，即刻喐手將洪漢義捉咗，理由係佢賣麵粉。儘管洪漢義已經4年冇做過呢件事，結果仲係被判咗14年刑期。洪漢義被拉之前，身家已經超過500個億。嗰時佢係黑白兩道最有錢亦係最有勢力嘅人物，但最終撈偏門仲係逃唔過法網。1998年，洪漢義行出監獄，發現外面嘅世界已經大變樣，好多黑幫大佬出獄之後都好難適應社會嘅巨變，仲有自己地位嘅大幅下滑。但洪漢義係個例外，佢思維敏捷，意識到傳統嘅夜總會已經唔太受年輕人歡迎，於是決定開一個跟上潮流嘅 disco。洪漢義拉埋劉鑫雄同牛哥等人投資，仲叫埋好朋友西肥、胡蘇勇同杜聯順一齊將大華戲院改造咗。佢哋同戲院裝上咗最頂級嘅音箱同埋最勁嘅軟硬件，搞咗一個 disco 出嚟。洪漢義將 disco 開喺彌敦道348號，索性就直接用地址同間鋪起名，叫做348 disco。開業嗰日，香港嘅名流同江湖人物都嚟慶祝，連成龍呢啲明星都嚟捧場。從嗰陣之後，348就變成咗年輕人晚黑最鍾意去嘅地方，經常要排隊幾個鐘先可以入到去。劉鑫雄喺348入面有個固定嘅包房，每日嘅租金高達2萬港紙。佢經常喺入面請朋友食飯，即使好似碧咸咁樣嘅名人嚟香港，亦會去348聚會，講明洪漢義出獄後依然好食得開。聽講348係嗰啲江湖大佬解決麻煩嘅地方，好似劉鑫雄同鄧光榮鬧矛盾，就係去咗348飲茶先和解噶。包括劉鑫雄同胡蘇勇嘅爭執，亦係嗰度解決噶。呢件事好出名，劉鑫雄嗰陣時特別囂張，佢喺九龍灣買咗笪地諗住起樓，但係當地村民唔俾，佢一怒之下叫人狠狠咁教訓咗村民一餐。咁樣一嚟，佢招惹咗胡蘇勇呢個大佬。胡蘇勇想教訓佢，就一直唔俾佢嘅樓盤開工。劉鑫雄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氹氹轉，冇辦法，佢帶住2000萬去揾洪漢義求助，但洪漢義叫佢返去先，叫關之琳帶住錢嚟揾佢，先會出手相助。關之琳雖然同劉鑫雄拍過拖，但嗰陣時佢哋已經分咗手。為咗樓盤嘅事，劉鑫雄唯有硬住頭皮去揾關之琳。佢同關之琳傾咗啲咩就唔太清楚，但係第二日，關之琳準時到咗348號，同時洪漢義亦解決咗劉鑫雄嘅麻煩。但係更令人驚奇嘅係洪漢義後嚟嘅故事。佢回憶講，有一次幾個基督教徒嚟到佢嘅 disco， 突然問佢：你咁風光，咁你想死後啲人點樣睇你呢？洪漢義嗰個時候並唔信教，有啲原基督教徒犯，因為感覺自己害咗唔少人，佢經常失眠，就順口問呢本聖經可唔可以醫好我嘅失眠？啲信徒毫不猶豫咁回答可以，並俾咗洪漢義一本聖經。令人意外嘅係，洪漢義嗰晚將聖經放喺枕頭邊，結果一覺瞓天光，冇再失眠。洪漢義對基督教嘅態度發生咗變化之後，佢嘅睡眠質量變好咗，不過亦帶嚟咗一個唔好嘅影響，佢嘅生意亦都變得差咗。雖然唔知道呢兩者之間係咪有聯繫，但佢嘅手下都勸佢將聖經劈咗佢。起初洪漢義按照聖經嘅指導去做，但一放低聖經，失眠又揾上門。後嚟佢決定唔再理啲生意，全心投入到信仰之中。唔單止繼續信奉基督教，仲創辦咗德勝教會嚟傳播教義。洪漢義唔單止學做慈善，經常發錢俾有需要嘅人，仲幫嗰啲行錯路嘅細路。後嚟喺2018年，佢因為癌症過咗身。雖然呢個並唔係一個完美嘅收尾，但對於曾經嘅江湖人物洪漢義嚟講，咁樣嘅結局其實已經相當唔錯。